北部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客家庄镇，受到注目的优质电视剧《地金》，真实的故事背景就伫咧遮。早期北部的繁华是职业官民结合的开垦史。金广福这三字真有代表性。广代表客家族群，福代表妇女族群，金有人讲是处决的好彩头，有人讲是代表官方的意思。当时的开垦有偌成功？咱看要保持完整、强秀乱的旧厝天水堂，以及服侍观音妈的朱天宫，都看会出来。讲究的主体甲寺庙，拢需要相当的经济基础。后来繁华消退，应该是受到交通的影响。比较起来，客家是较积极保存家己文化的族群，为语言、建筑一直到食食。起仔饼就是真好的例，建造、修成、制造，步步爱人工。用现实的经济眼光来看，付出甲收入无成比例。偏偏有人坚持运用家族、亲族的力量，结合观光，将起仔饼的制定变作是好看的客家风景，替家己创造出路，嘛保留这个险险失落的客家文化。文化有时讲起来真高雅，有时是真生活。在北部，咱看到保存，嘛看到延续。时代变迁，时机的起落，上考验人的应变能力。曾经繁华的乡镇，曾经创造经济奇迹的都市，只要找找出路的本领原在，就永远有路通行。